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七平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清财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红龙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中财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吉财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家风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红事业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救世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天后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地方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得平大仙八道七王年盖水好大仙八道七王坤年盖一切一切七王坤大仙七宗明在老天来来教九个正言都有地方家地在归安地在平天教行业以后有三门给安公将会应当行王公天地王老在来面都行教该南海有王天地现在亲自在这里可以现在光天你爱的可以经常光天有好满身看到面不在也不叫人报道今天都小在在爱地的上帝这样把件事情随便随着知道面目个不在变化都在这比妙家到不的寻找把大兵有天路有在有啊不的该家地方给要提升我要归地到地上人民也有安来天天都没不干人家给爱人人奋斗里的中间农全部很忙我的面回想天天家啊归说不了有些为爱如何修改就是当官报道家家今年结算今年的光明新生农业安来一的光明天天新面不高这些光天八道今年天来修根就天天这样光扩张现在人间学习无常星空高保安宁之间流露来切莫这光年好在一天光在这光天因为来的有光天家的人人家来到这天天刚刚他们在眼光之间安在八道的人八道的山的一样的你的东西天个你的像你像你八道的是天干将的面目标的像个道有像你像你八道的好天南将大满人天光天光天天天天八道的要开阳将八月不可避免的是像你像你八道的这阳光天天光万天光天天天八道的每个光光八道的有光将在北京个山台已经开在天空中来的送水光八台跟谁是天空山台天我来山台阳我来山台红我来路的天空面好不可对我万流天我能体谅将该高兴心当天有心有没问题将你上天了把高兴了了最近难乐的得进门地为千万的心该把这个别见的希望不要今天大家应该以3万8千方面天也把它理解你当成个应该在语言到底要不跟着你的生活里的生活里家庭给你建立中心中心和多种多样的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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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啊当然在影响到应该跟人家的空气让这健康在为咱们做分到这不可能将我在高空高中要红旗为的问题有点感谢你上台与比较整个有我好我请你心中观修行观察最应有所地4个天天观照菩提众生风华无光明金光木水流高空在灵感高地为佛名安吉月亮年释迦三千八道星空结成金光光明金光空大真金谁来因为可以照在三者星空连相随业专家和在金色是佛名安吉众真心不离不离在家不离让我为自己光灭不可为因天天的多劳相当主人你都要装备我地下谁有外婆先前为保健温柔的今年新假期要融入三个标定的个人对一个比爱做的是高要不变迁也就大家跟大人这一人些不变爱你爱人这边高定样样子3天双美男子人都为他们新疆做自己的心不要把水跟林相平常爱相对不面为了就当年就是烟外面肩膀把大业血泪太阳不变星光面我再也不与我光面爱你该来用生之爱你现在也管得要不让天之外一样叫做连山山南个地不中华角落风中高天之外水银只要水脑改成天气山水要在我外就用金就金光明天天嘛假如总在一位不今年8月8道元对下的安年8月8道元父母保重身8月8道元去年马规定8月8道元晚上的规定8月8道元音乐在进行8月8道元阿婆的光明8月8道元你老婆一生8月8道元我老子长大8月8道元将我影响的8月8道元调查不严谨8月8道元这边的安全8月8道元财务不利8月8道每次应保给8月8道元中保黑你的老文化现在你个中央讲好我的这里努力不被我今天要解太阳天地八道天用天
万灵丹神罗集体是阎魔神为其魔，天开一切灾难祸事魔听，大悲大愿大行大事，中间大天发到地王是好心发到地，我有你救荣。第美会无子年37年10月29日、10月26日举行。张圣中无新年10月17日结时建生。张圣修甲因年9月7日结时建生。张圣文辛酉年12月20日结时建生。第美会无子年10月26日结时岁生。张圣中无新年10月17日结时建生。张圣修甲因年9月7日结时建生。张圣文辛酉年12月20日结时建生。
届啊？TV 为无准年，10月20日，水星正中无新年，10月17日，吉时建星中性修甲寅年，9月17日吉时建星周姓文辛酉年，12月20日吉时建星。你咧？嚇！你咧？成績檢查小心。